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即马已经7月中，大部分高中大学拢已经放榜，学生囡仔拢知影讲要读倒一间学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“榜”读“榜”榜第二条。读榜这是读背音，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“榜”就是告示文的意思。古早讲是榜文，另外古早证书考试合格告示，咱号做金榜，也佫有拜拜造文，有人讲是照榜。这个文音读做榜，像讲古早秀才举人证书考试第一名，咱号做榜首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放榜，这意思是公告考试的结果；第二个词读做金榜，古早讲是证书考试及格名单的告示，因为用金字来写名，号做金榜。落尾即嘛讲是一般考试及格考条，咱讲是金榜题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上米饲百样人，放榜进前有人烦恼甲袂食袂困，嘛有人放当作无要无紧。一个放榜了后，有人金榜题名，真抢着；嘛有人入名，考试落地嘛无咧紧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榜，这是背音；文音读做榜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